如果你要睇預訂編號，撳設施，撳注視列表下方嘅查看完整列表，可以睇到所有設施類型嘅已取消的段節再開放與租訂。返回設施頁面，可以睇到預訂捷徑下方唔同設施嘅預訂編號詳情。撳注視列表下方足球右邊個掣，可以查看到已取消嘅段節再開放與租訂嘅所有足球場段節。返回設施頁面，撳注視列表下方羽毛球右邊個掣，可以查看到已取消嘅段節再開放與租訂嘅所有羽毛球場段節。撳立即搜尋，可以查看到所有相關嘅段節，可以撳繼續進行預訂，都可以返回設施頁面。